我哋今日咧又講下美伊嘅局勢啦，談判桌上嘅博弈戰場上嘅拉鋸啦。雖然咧達成咗臨時嘅停火協議，但係咧最新情況就話協議正處於呢個破裂嘅邊緣啦。咁針對談判同埋局勢有4大嘅更新點嘅。首先就係核心人物方面，雖然咧曼斯美國副總統同埋總統嘅特使咧已經到達巴基斯坦伊斯坦堡，準備同官員咧進行一個高層嘅談話啦。但係咧伊朗嘅議長格利巴夫咧就話，由於以色列咧未停止軍事行動，佢哋認為停火協議已經遭受破壞，咁就話談判嘅時間正在喺度耗盡啊。咁停火協議嘅巨大分歧就係啲乜嘢呢？喺目前局勢最混亂嘅情況咧，雙方協議解讀嘅內容完全唔同。伊朗對巴基斯坦嘅觀點，佢哋堅持停火係全面性，包括黎巴嫩戰場。美伊嘅觀點就話，特朗普同以色列政府都話唔適用於黎巴嫩，呢個導致以色列過去幾日對黎巴嫩發動極大嘅轟炸。咁另外咧就係南嘅黎巴嫩仍有強烈嘅戰火，造成巨大嘅損傷。依家最尷尬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名義上伊朗就話同意開放，但係美國官員話伊朗咧唔見咗一啲水雷，導致航道唔安全。伊朗就提出新嘅要求咧個海峽船咧必須俾200萬嘅通行費美金並需要咧革命部隊報備。咁目前嘅航運數據顯示咧，實際上通過嘅船隻非常少，能源供應鏈依然咧繼續咧係斷裂嘅邊緣。我哋喺呢個階段入邊咧，雙方通過談判釋放嘅和平可能嘅訊息咧，但同時喺細節上咧係極度強硬嘅。如果之後嗰2日伊斯蘭堡談判破裂，市場可能出現第2次劇烈震盪。目前嘅股市反映到停火嘅樂觀，但係霍爾木茲海峽無法真正安全通行，油價同埋通脹嘅壓力咧將會反彈。咁我哋首先就要睇下談判嘅進展。如果股市係進一步衝高，黃金同石油就會繼續回落。如果談判破裂嘅時候咧，黃金同比特幣將迎來新一輪嘅波幅上升，意味住咧係可能會有特朗普最後通牒嘅全面打擊。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俾 like、subscrib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俾你嘅朋友，update我哋給你嘅每日資訊啦。拜拜。